讲到这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300名高一的学生，伫14举办脚踏车的环岛成年礼，想袂到今早起10点外，经过彰化鼻头时阵，疏忽一台3指向的轿车撞落去，造成7个学生也有掉水驾驶在内，总共有8人轻重伤，其中上严重的学生昏迷指数3，目前也搁伫咧抢救。那这位弄着人的驾驶，伊是表示讲，因为捡物件才弄过去。自轮车队大阵势，经过这个路口，突然对向车道一台轿车越过中线往道边偏，无打动啊，直接进向冲撞自轮车队，学生互弄倒规片，现场一混乱。来自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的高一学生，大约300人组成的自轮车队，当日进行自轮车环岛成年礼，早起10点外，经过彰化鼻头江水路3段时，互正向的轿车弄到7名学生加掉水驾驶，有8人受伤送医。到这边才掉，那个前方的挡玻璃都破掉了。哦，都被很严重啊！这水一直流好多哦，这好几滩哦。这学生分别送去3间病院，其中15岁干同学，因为迄当时位伫队伍头前，所以先受影响。送医迄当时意识无清，昏迷指数只有3分，目前也在抢救。到院时是意识昏迷的，那脸部有一些也比较严重的擦伤啦。目前就是还是在做一些紧急处置跟检查，后续会转入加护病房。台北101当时队嘉永店的学生，迄当时也伫车队中，虽然无受伤，也毋过看到车祸经过，也有好朋友受伤，互伊真艰苦。这岁41岁姓肖的家属向警方表示，家己迄当时是要去德堂装冷气，只是无注意，就发生意外。捡物件啦！捡物件啊！你还未去警方遐报道哦？因为是咧警。今晚日路要去啊！驾驶校性犯嫌，本分局以准现行犯将他逮捕。那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中。亚岁家属受到轻伤，家己离开病院了后，目失联了后，警方甲伊出地联系，将伊依法逮捕。出代志的原因也爱进一步调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